换来看这个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，请示驻美国的代表到美国办理交接，已经伫透早的6点54分登来桃园机场。萧美琴先到防检署办理着伊的4只猫咪的入境检疫的手续。这4只猫啊，可能是关伤久了，情绪无介稳定，所以萧美琴一日落飞机，就先安踏着4只猫仔的心情。随着萧美琴投入着选择伊的气才来接力。总统府公布，由驻欧盟兼驻比利时的大使于大雷来担任着驻美国的大使。你们这么早就早安，早。真亲切，甲媒体记者拍招呼。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透早登来到台湾，精神看起来真好。对入要出国人，嘛甲因拍招呼，是讲到较急，到底要赶去倒位？看到好紧张啊！原来是有4只猫伫等伊办理入境检疫手续。萧美琴这个月20登来台湾，是驻美大使登记参选，后来佫登去美国办理离境，甲4只猫做伙登来台湾。可能是关伤久，这只猫呢一直叫，萧美琴真着急，赶紧甲抱起来，小甲大大的。我就说我的猫一定会跟你一起隔离。我说它很大只啊。现场倒了一个同款领猫登来台湾的支持者，甲萧美琴伫咧讲这个饲猫的经验，是讲说来萧美琴伊本身嘛爱做只猫拍赢选战，伊的气到底是什么人要占？展现台巴两国的传统友好邦谊。总统府早就发出新闻稿，新的驻美大使由驻欧盟兼比利时大使于大雷出任，伊捌做过外交部常务处长、拉丁美洲加加勒比海署长，捌派驻巴拉圭、瑞士、萨瓦多加美国、纽约等等国家，交流经验真丰富。那伊的亏，什么人来占？所谓志同道合，就价值观相同国家的这种外交关系。由外交部政务处长李顺来占，伊是一个专业的国际经贸学者，做外交部政处的期间，负责督导北美、欧洲经贸外交业务，将会当有效提升台欧的关系。因为萧美琴的参选，外交高层的人数冇变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